迅速呀！我这10万块钱还没捂热乎呢。你看你这点出息，金大夫，你够有品位的，那是跟我车一样。老婆，来啊！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看。哇塞，这么多花，太漂亮了！哦，哇！这老公这得花多少钱？花那么多钱买这么多花，你不浪费啊？花什么钱呢？这是4S店送的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买车的时候怎么没送我呀？那谁叫你没结婚呢呀？待遇不一样。哎，我说你们这也太高调了吧！人家听说我们俩新婚，特意送的玫瑰花。哇，这新车呀，这是。哦，来，一块。1、2。哎，赶紧给爸打个电话呀！哦，咱先不告诉你。对。喂，爸。啊，您没忙着呢吧？那个，你出来小区门口一下呗。我们在小区门口等您。没事儿，就是你先出来一下呗。我们在那儿见您啊。好嘞。我跟你讲，我爸一听你这电话绝对懵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车以后就是咱俩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一定得像对待孩子一样来爱护他，对，保护他，得心疼他，对不对？还有啊，以后除了我能坐这车之外，其他女人都不能坐这个车。你妈一上来我就给她赶下去。我妈例外。行，你发誓。我发誓，行，我对丘比特这车发誓。我们这个车，除了我老婆和我老婆她妈能坐，别的女人任何人不准上这个车。要不然我就拿丘比特那剑。哎，咱听听他这音响怎么样？哎，对哈。爸，我这是咋回事？这是咱家自个儿的车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俩刚提回来的。真的啊！哎呀，这里头挺宽敞啊！啊，这叫什么档啊？这叫自动挡。自动挡啊！好。挺好，还可以吧？这颜色也不错。嗯。你会开吗？你买个车你？我怎么不会呢？我这大学没毕业就把本考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你挺高瞻远瞩啊你怎么知道你就要买车呢？你哪来这么多钱呢？小米，你跟爸说吧。你说吧。是那个这么回事，这车吧，这车钱是那个小米他妈出的。你妈挺讲究啊，我还以为你跟小子结婚，你妈就什么陪嫁都不送了，讲究。怎么会呢，爸？我就以为你空手来了呗，你没想到你妈这么讲究。哎，走，爸，我领你兜一圈，你走。我去，这多费油啊！这车可省油了。省油这车，而且现在是磨合期，就得多开，得多跑一跑，把这发动机走，省油它也是油啊。再说咱还顺便去一趟小米他家，是吧，小米？那你开着去，叫他妈看看不就行了吗？我还拉着我干啥？我就不去了。丈母娘出钱给你买的车，你不去看看人家？那这样，咱们请他妈吃顿饭，我请客，找个好饭店。不光吃饭的事儿。再说你说我跟小米从结婚到现在，你来北京这几回，你也没去人家看人一回，不合适。正好就是买车这事儿。这个是绑啥的？这是绑这是安全带。安全带绑行李的干嘛呀？这可以带吗？带，没事，你这后边不用了，没事，不用啊，没事啊。哎呀，这车，哎呀，比你
比你那个大舅那个，比你大舅那车真是，那哪是一回事啊？是这样。我这个车，哎，空调怎么样？感觉凉不凉快？凉快就是热，还啊？就是热。我再开大点。再开大一点，再开大一点。对，怎么样？太热。我还吹着你的后面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真的，这个玻璃怎么一摁这个？打个滴滴个刀。妈，哟，明儿快过来看看，咱家秤是不是坏了？我就贴仨黄瓜片，怎么长了4斤呢？你说妈，呀，你也回来了？快坐吧。大妹子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出什么事儿啊，就是来看看您。哎呀，哎，进屋坐啊，进屋坐。来，那个吃点桃，嗑点瓜子儿。我那什么，给你们倒点水吧。没事。倒个茶。行。茶怎么样？好。哎，过来。啊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你丈母娘有点不太热情啊。把门关上。干什么你？啊？你把你公公弄来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明儿，即便你打算让他上咱们家来，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，通个电话，问问我有没有档期？笑什么呢？档期啊？怎么了？你以为你是大明星还档期呢？怎么着，我们普通老百姓就不能有档期的问题吗？他妈这人就这样，我看得出来，挺高兴的。高兴这样，你不高兴不得把他们撵出去啊？我第一次登他们家门，跟我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跟姑娘进屋了，半天不出来，嘀咕啥呀？爸，你别想多了，我估计他们娘俩是不是进屋商量中午吃什么呢？哎，你可别忘了咱们今天来干嘛的啊？吃饭呢？吃饭是次要的，咱不是来谢谢人家吗？这车钱是他妈出的，你这事儿你别忘了啊，谁的钱？他妈的！怎么像骂人似的呢？听着。你不说他妈的吗？他妈出的。我这不是过来告诉你好消息吗？什么好消息啊？就你给我那10万块钱，我们买一辆车，特意开过来谢谢您来的。你愁死我了，小敏儿。不是那10万块钱在你兜里捂了几天？你告诉我，你那掰手指头算算捂几天，你就给他给花了？你可真够神经病的你！你人生的路还长着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这刚结婚，人生不是单线条的，不是单轨的，日子不是说一成不变了，从此以后你跟他就永远这么幸福下去了，不一定。你怎么就跟我一模一样啊？你就不学我点好啊？你可真行你！爸，来喝点茶。爸，你没睡好啊？昨天，喝点茶啊。你万一哪天跟他要离了呢？你万一这辈子你得结3回婚呢？嗨，你盼我点好行不行？你这是怎么咒我呀你？这怎么是咒你啊？结3回婚怎么了？没准你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最后一回你没准嫁一外国总统呢。对了，我不跟你扯这个，你快出去吧，人家在这等着呢。哎呦，上厕所。那你快点。哎，爸，你干嘛呀你？哎，干什么呢？你千万别生气，行不行？咱干嘛？哎，你妈呢？她上个厕所，马上就出来，马上出来。挺高兴的吗？高兴啊！啊，你看，你俩刚才在屋里是不是说一会儿上那儿吃饭的事儿呢？对啊。我说什么来着？那个嗑点瓜子儿，别光喝茶呀。对，没事。吃桃。对，没事。你说今年这大牌子吧，全都实行大兜，这兜，你瞧这兜大的，挺能装。金大哥，我跟您说老实话啊，您今儿这突然天兵天将，让我猝不及防的。刚才一进门，我那么衣冠不整，还满脸黄瓜片，真不好意思，显着我多不礼貌啊。所以我这
换身名牌服装，以示礼貌。好看，好看啊！金大哥，哎，我们北京是国际大都市，啊，我们很多的文明礼貌啊、生活习惯啊、品味各方面都是跟国际接轨的。一般呢，要到谁家去，我们都提前个2、3天给人打个电话。比如说，王姐，哎，下礼拜5下午3点多我去看看你去，好不好啊？您在不在呀？啊，看人家方便不方便。我们这儿可不能像您那个，你们家是叫七台河啊，七台河啊。我们可不能像七台河似的，说您要去哪儿骑个倒骑驴，咣咣就去凿人门，我来了，不是特别礼貌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小米啊，我们来以前，你怎么不给你妈打个电话通知一声？不是让你跟妈说了吗？你怎么没说呀？哎，不是，金大哥，金大哥，昨天金大哥，敏儿回来不用打电话，她这是回家，打什么电话呀？您要来，怎么着也应该让小亮给我打个电话呀。对，怪我，这事儿确实是怪我，我昨天确实应该提前跟您打一招呼，怪我。无所谓，这页翻过去，咱不聊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刚才我听敏儿说怎么着，买了辆汽车？今天买的。啊，什么牌的？丘比特。还有这牌子的？对，合适啊，这牌子挺好，正好你们新婚夫妇是吧？叫丘比特车哈。你瞧，我给闺女10万块钱，本来是妈妈当嫁妆啊，这买个车，这说出去说我结婚，我妈送了我一辆汽车，说出去也好听。哎，写谁名了？那肯定写小米的名字。你别说妈，这是你出的钱，就是我自个儿的钱，那我也得写小米的名字。那肯定是这样的，一家人嘛，无所谓。你这么做事儿呢，倒也还说明你比较懂事儿。我们小子就是懂事儿，3岁就知道让梨了。小时候我就教育他，带花要带大红花，骑马要骑千里马。这不，在北京医科大学毕业以后，就留在了祖国的心脏。这都是万里挑一呀！自从这几年做了这个妇产科医生以后，名声鹤起，这很多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带着他的太太来做剖腹产呐、接生啊。现在坊间有个流传，都说小子是京城妇产金一刀。爸，你喝点水。小米啊，还是你有福气呀！选择了小子，你有眼光啊！金大哥，哎，您说您把您儿子夸得跟白求恩似的吧，您弄得我都不知道往哪儿接。说句老实话，您说咱俩一见面，每一回都是就得互相夸自个儿孩子，比赛着啊，干嘛呀？我不爱说我闺女，说句老实话，我就不夸她别的，就提我闺女这长相。您见过这么小的脸，这么大的眼睛的吗？我跟您说，多少朋友一见我面，一见着我闺女，跟我说：“哎呦，王姐，您瞧您闺女长得也太漂亮了吧！您瞧皮肤白的，说哎呦，这得傍多大款呀，将来。”我说您可别这么说啊，傍什么款啊？是不是跟我一样？我们是重感情的人，我们不傍款。妈，啊，别说了，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啊？你妈浑身的缺点，但就一个优点，实事求是，知道吗？这结了婚，妈给10万块钱，她为什么买辆车呀？金大哥，您心里不明白吗？心疼老公，上班每天得挤地铁1个多小时，是吧？哎，给老公买辆车，让他每天上班方便，是不是心疼？说的太好了。是。我们这个小子啊，这心里头啊，他没有别人，只有小米。你看他现在是开着车，挺风光的。第一个送的，小米；下了班了，第一个接的小米，不管多远，那不都得接他吗？其实啊，说车是给你买的，他就是一个免费的司机。你雇个司机现在1个月好几千呢。金大哥，您要说这话，我可不高兴了。你看，什么叫免费的司机呀？您要这么算账，
那我们闺女嫁给他，您说是，还赚了是不是啊？哎，我闺女要不拿这钱买车，你儿子要没车，他想当司机，他哪儿当去呀？爸，你干嘛？你吓我一那跳。个，中午吃什么呀？妈，中午你想吃什么？行了，本来我是一个人在家，我准备冰箱里随便有点剩的，改了就完了。你们既然来了，是吧？我就看看冰箱里有什么菜，给你们做一点儿。我去打下手啊。干嘛呀你？你小点声，咱来今天是干什么的？咱今天不是来谢人家的吗？你干嘛？你别激动啊！快叫我去！行，别说话，你千万别说话啊！行。大晚上你哈哈什么呀你？抽什么发？这什么呀？这不丘比特娃娃吗？买车的时候送的。哎，真的，上面还有个小剑。娘子，咱们从今天开始就是有车族啦！今天我们有车了，明天不用早起了，可以多睡半小时，那是多么的开心。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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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公你呀关呀睡一觉吧，别在这儿犯神经病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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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睡这儿了呢？啊？哎呦，哎呦，你看压麻了吧？哎，别动，
问你爸去吧。我爸怎么了？又偷水。昨天晚上我又被那个水滴声吵醒了。没事没事。啊，怎么了？谁把厨房跟洗手间的水龙头给关了？啊，我关的呀。你啥时候关的？我就昨天晚上半夜关的。小时候你也没有起夜的毛病啊，咋的？现在尿频尿急了？不是，爸，咱不好长时间都没生活在一块儿了吗？我现在确实是有一，昨天晚上我水喝太多了，我这不是想上趟厕所吗？我一看那水龙头都开着，我就顺手就关上。不，你关我水龙头干啥呀？碍你啥事儿了都？不，你看你生什么气吧？我就爸，那是偷水，关上也没什么不对的呀。啥？我偷水？我偷谁的水？我他你听错了，人家没说你偷水。不是，就说他没说错。爸，那个水龙头是我关的。哦，行，你别说了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我都关了2天了。你说晚上那滴答滴答的，我醒了根本就睡不着觉，都吵醒了。那我睡不着那是次要的，关键是您这种行为不对。你想晚上滴答滴答能省多少水？也就2桶水，可问题让别人听到，那人家会笑话的呀。你这笑话什么？至于吗？你别说了，好吧？你请我把话说完行不是，不行？你还说什么呀？爸，我知道您特别节俭，但这跟节俭没关系。节俭是一种美德，这偷水就犯法了。什么？咱们别偷水了，好吗？不是你怎么说？什么叫犯法呀？这怎么叫偷呢？那水龙头关不严，我怕水浪费。你这不是浪费了我就接受了。不，我偷什么呀？我没偷，没说你偷，他这跟你开玩笑。你什么叫犯法呀？自己家的事儿，这至于说犯法吗？这话说的，不是你别生气爸。不是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这就自己家这点事至于犯法？你看给我爸气的，拿。我跟你讲，你以后说话注意点啊，小米。你看你给我爸气的，你刚才跟我爸说什么的？什么叫偷？什么叫犯法？哪有那么多事儿？我跟你讲，注意，你再这样，我跟你讲，我不客气了啊。好了，不生气，我就跟我爸说去啊。好了，别说话了。爸，你别听小米在这胡说八道啊，别往心里去，一会儿我批评他啊，好吧？别生气啊。他说我偷。没，他说秃噜嘴了，其实他不是那意思。这个水龙头啊，它拧不紧，它就老是啊，滴答滴答滴答的漏水，我怕浪费，拿个桶把它接上。这怎么能算偷呢？这是节约，真的不是偷，是节约。我理解，我明白。没有啊。我在矿上那也是当过一级领导的，我进了坑道，我那就是一把手啊。那以前咱家多困难，我连矿上的一个煤渣我都没拿过。你说我这当一把手的人，就到了北京，让儿媳妇说我是3只手。不是爸，您在这儿也是一把手，没，您一直都是一把手，您现在也是一把手，真的。真是你，小米，我跟你说，我得严肃的批评你了啊！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你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意见，你跟我说，你怎么说我都行，你不能那么跟我爸说话呀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有用吗？我让你去谈，你推3推4，你谈了吗？那不是昨天晚上我又一晚上没睡觉吗？我没谈，确实是我不对，但你不能忍一忍吗？你看你刚才给我爸气的，是不是？昨天你爸自己说的，你也听见了呀。有什么事就说。有什么建议就提出来，那再说了那是偷水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是你是可以说，但是你讲究个方式方法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这个措辞有的时候很重要，你讲究点这个措辞，
是怎么能叫偷呢？多难听！什么叫犯法呀？你不能说偷，那不是偷是什么呀？窃。对，窃。我就带你一回来了，记着点道儿。我记着了，我做轻轨。哪个站？哦，我知道。啊。你好。我坐吧啊。车来了。就快累死了，我先去歇会儿。那个，我从来没做过这个，我第一次做助理。以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，你们多帮着我点儿，提醒着我点儿啊。哎，他刚才说那宋一场姓宋的演员是谁呀？别问那么多。喂，老婆，干什么？那咱俩谁跟谁呀？是不是？你别生我气了，行不行？我错了，不行吗？啊？有什么气你都跟我撒。金大夫，金大夫。老婆，我跟你说啊，刚才就在我面前5米处的地方，有一个老太太推着一个轮椅从我面前走过。你知道吗？那老太太推着是她老伴儿，穿着病号服坐在轮椅上。哎呦，你是没看见那俩人亲密的呀？这老太太不停地给这老头捏肩，还抚摸着他的头发，看着真让人羡慕。哎，你说有一天咱俩也那样，多好呀，是不是？一块儿慢慢变老。谁跟你一起变老啊？你恶不恶心，肉不肉麻呀？要老你自己老吧。老婆，你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你是宝宝啊，永远是我手心里的宝宝。我永远是你的金太郎，啊！金大夫，快点！哎，老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手术马上开始了啊！
谁呀？你不许动！吓着了吧？你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！看见没有？我给你带海鲜来了。赵敏她朋友大连海鲜给她送的，全是活的，我们俩人吃不了，我给你带来点。怎么样？还是你大闺女想着你吧？你咋回事啊？怎么这态度啊？给你带海鲜来，你都不理我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说话，急死人了！堵得慌啊！金大夫，干嘛呢？没看见我跟这儿发愁呢呀？愁什么呀？哎呀，还不是因为家里面这点事儿啊！你们家的事儿你不都解决了吗？我丈母娘那边是消停了，现在我爸跟我媳妇俩人掐上了，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我这管都没法管。现在，哟，这挺头疼的。哎，吴大夫，那你们家一直都那么消停，从来没出现过家庭矛盾呐？我们家吧，主要是这样，我们跟老人是分开过的，再加上我公公婆婆是知识分子，素质比较高，所以我们从来不吵架。我跟你说，主要就是这个分开过，至于什么知识分子啊、家庭出身、社会关系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们家，你知道我们家原来干嘛的吗？我们家是王爷的后代。是吗？我奶奶是福建，那沈阳一大条街呢。北京天安门，原来那儿有我们家一大宅子，金鱼池、假山、影呗，样样都有。嚯，这不该掐还掐吗？主要是我爸跟我媳妇这性格就不合，你知道吧？我爸就古板，我媳妇是自由散漫惯了。你说这俩人搁一块儿，不掐都难。这过不到一块儿去，那就分开过呗。你说的倒轻巧，怎么分呢？谁跟谁分开过呀？太不像话了，哪有这么当儿媳妇的呀？就我一没嫁人呢，我都知道怎么孝敬公婆。你说他一记者，怎么就不知道了？你也是，哪能就一味的这么忍让啊？你再这么下去，将来你跟小亮在这家都没法待。这种情况必须遏制。待会儿他们要是不回来，不许打电话叫他们，啊，就是他们回来了，不许理他，不许给他们好脸儿。哎，还有啊，那海鲜不许给他们吃，其他的我说。我就不信了，我非把小米就这破毛病我给他扳过来，你能不能顶住啊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事儿它是不蒸馒头争口气的事儿，你一定得挺住，要不然前功尽弃。怎么这么没精气神儿？你能不能表个态啊？哎呦，急死人了！我觉得太侧了吧，换张正脸的，得看得清楚点儿。行。喂，老婆，还生我气呢？别生气了啊，马上跟我回去吧。不回去。你看你，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咱俩谁跟谁都别记仇，好不好？不回去，不回去就不回去。喂，喂，是金大哥呀？你谁呀？我是他赵婶儿。啊，他赵婶儿啊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金大哥，你挺好的吧？挺好，挺好。金大哥，我给你打电话是想求你点事儿。说吧，说吧。他赵叔最近老咳嗽，还出血，在咱们矿上的医院查了一下，这矿上医生说挺严重的，咱这儿还治不了。我想着嫂子不在医院呢吗？想到北京瞧瞧去，行吗？没问题。
小子在北京各大医院的医生他都认识，来吧。啊，那明天我们就去。明天是吧？啊，行，我让小子开车去接你啊。哎哎，好，那明天见。哎，明天见。我还以为是小米打电话跟我赔了一道气。爸，赵婶来电话说谁病了？赵叔病了。啊？赵叔病了？对，说你赵叔病得挺厉害，想到北京来做一次全面的检查，明天过来。哎，你们没发现这2天整天消停了吗？没骂大熊哎。大熊也够惨的，有点不一样。哎呦，小米，你模范老公又来接你来啦？你说你什么时候能找一这种的又高又帅的？就是，要不然你给我找一个。不好找，大熊吧，要不然。快走。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呐！拜拜。行。老婆，你看刚才你们同事多羡慕咱们俩呀！就从他们的眼神里，我就能看出他们是真心的羡慕咱俩，咱俩多好啊！哎，咱俩现在在外人看来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绝对的模范夫妻呀，金童玉女。你说这么好的形象塑造出来不容易，咱绝对不能轻易给他打碎。啊！你这这么多同事，人家看着你这样显着你多不可爱呀！一看咱俩就吵架了，一点都不像贤妻良母，也不知书达理。哎，如果你真不想回家吃饭的话也行，那咱俩就出去吃。我豁出去了，咱俩今儿去后海吃私房菜怎么样？美国总统都去过的地儿。那咱俩就去中国大饭店吃日本料理。老婆，咱总不能还去簋街吃火锅吧？我这肚子实在受不了了。为博红颜一笑，我把肚子豁出去了。你说，老公，我们待会儿是点2份黄辣丁呢，还是点1份黄辣丁和1份虾滑呀？全点呀！你想吃什么点什么。那虾滑我觉得有点贵，要不然点2份黄辣丁吧。行，那就今儿就吃黄辣丁。我觉着那个，要不然还是点个鸳鸯锅吧，要不然你这肚子肯定受不了。多好的老婆，太体谅我了。哎，你给你爸打个电话，晚上不回家吃饭，跟他说一声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事儿给忘了。靠边停。哦。喂，爸，小子，你几点回来呀？爸给你蒸了你最爱吃的芹菜馅的包子。爸，你听我说，这样，我跟小米晚上就不回家吃了。不回来吃了？啊，我俩有一个同学聚会，今天就是在外面吃了啊。你啥意思你？你媳妇儿把我教训了一顿，你连面都不敢露了你？你不回来了？你不回来好，那就别回来了，那你就永远不要回来了。爸，你怎么还让小亮他们回来吃饭呢？哎，不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不蒸包子争口气，这次一定要让小米给你低头，给你认错。不是你现在你这叫前功尽弃，你这叫半途而废。你赵叔和你赵婶要到北京来看病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他们来了之后依靠谁呀？依靠我呀，还是依靠你呀？不是还得依靠你弟弟吗？跟联系医院、联系医生吗？大局要紧，你长个心眼吧，你一天就知道吃。
那不能先吃完火锅再回家吃包子吗？那不行，那不都凉了吗？那就吃完火锅回我妈家。那更不行了。咱今儿不回我爸家，还能永远不回去啊？你呀你呀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咱就今儿改包子，好不好？掉头吧。去哪儿？回家。谁家？包子家。哎呀，我老婆，你太理解我了，你啊！大姐。大姐。哼。大姐怎么了？爸。爸。哎，你不是要那个上个厕所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去洗手间。爸，刚才我一进这楼道呀，我就闻着这包子味儿了，一闻这味儿就是您包的，太香了，我得赶紧吃。你不是不回来吃吗？在外面吃多好啊！不是外边吃做的再好，它也不如自个儿亲爹做的好呀，您说是不是这道理？不是爸，那个小米吧，想跟您说声对不起。